国基有一个囡仔伴，叫做水鸡。伊知影国基厝里咧做烧麦的生意，有一地啊，因两个一边伫担头仔食酒。水鸡鼓舞国基去缴经心色者。头先国基感觉无妥当，尾啊嘛袂堪咧人城，全对水鸡去。起头国基啊有影赢袂少，毋过像人咧讲的，缴即落物件会见，久来哪博哪大，自头赢10外万，博到尾啊拢互加转去，一暝来去拍输20外万。人讲缴输博大，国基啊毋甘愿，想要平，还佫有总管甲水鸡。因两个就若像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同款，店边啊当当加声人。等候伊想要收束的时阵，已经袂赴啊。原来水鸡是缴场的人，伊知影国基会经济袂歹，参总管讲好势，要来设计国基啊，委屈啊，互伊跳。即声国基啊，有影去互即两个当机倒头。害甲真忝啦！